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的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会了解。伫和顺利社区活动中心内，正侪手工艺品等创作，拢是这2个月来北区结合台南护专由学校师生所指导社区中培成果，相当难能可贵。这款甲传统社区照顾关怀据点以健康促进为主的较无同。嘛是台南第一摆由三官学合作所推动的长期照顾亲近计划，其中黄伟霆嘛亲自到场关心，除了用行动陪伴所有长辈运动，嘛强调会配合中央专业病长照2.0。这个活动主要是要能够结合很多年轻的同学，让他们有机会在第一线的工作线上呢为长者服务。那一方面政府提供经费，那一方面这个学校提供这个年轻有专业的人力，另外一方面产业界有专业的知识以及他们有实务的经验，来共同结合，这样子减少学生这个进入这个长照界他的一个磨合时间，以及及早发现他的一个兴趣，以及知道如何照顾。那对学生也很好，对产业界也很好，对政府更是好。那最大的受惠者当然是我们社区的老人。因此，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将会努力争取，向中央在努力希望能争取更多的经费来做好这个长期照护的工作。2、1，正式启动！掌声鼓励一下，让我们这个活动成为是一个示范点，还能是扩大引起我们各个区的共鸣。伫启动仪式过后，台南护专的资源嘛将持续投入，以和顺利作为示范基地，扩大效应。区长嘛讲，要让长辈老了水、老了漂泊。有一天咱也老的时阵，这个唔是家伫咱和顺的这个活动中心尔，而是伫咱台南市拢有这款的课程。有一天我若老的时阵，咱嘛希望老了漂泊。我唔茫讲。咱未来合作长长久久，将这个效应甲扩大出去，将咱长辈的需求伫咱即摆咱就看会到，互咱老了快乐、老了健康。据了解，10月7号，台南护专已经有规划老人美容的课程，嘛也请长辈拢来参加。台新闻顾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如果你也在为台湾努力的话，那你也是台湾队长。总统蔡英文日前拄公布第1期正式影片，台湾队长请来知名歌手大基来制作，突破传统用饶舌的表演方式来呈现总统3天来政绩，引起热烈的回响。跟蔡正营办公室那边沟通，他们是希望就是以前政令宣导都是很八股，所以他们希望用比较年轻的方式，用比较这种饶舌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说，政府到底为这些年来为台湾做了一些什么事，为人民做了一些什么事，所以才决定说用现在最夯的这种嘻哈饶舌的方式来呈现。延续这份守护台湾热情，立委陈天辉特别邀请大基召开记者会，手提台湾队长的盾牌气势十足。陈天辉表示，盾牌甲徽章就是大家捍卫台湾的共同信物，只要家己依赖成员，都专属家己名字的徽章，和台湾团结向前。号召大家成为台湾队长，跟大基一起号召。那在这个台湾队长的活动当中，我们会有所谓的 LINE 的聘书，然后呢也有这个专属的徽章。这个专属徽章呢上面都有你的名字，而且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意义，有小队长的意义、中队长的意义跟大队长的意义。所以呢这个部分可以进入到我们的 LINE 的群组当中，你就可以非常清楚了解说，哇，未来我们要不定时的聚会，邀请大家共同商讨台湾的未来。为着毛香港人因为欣赏台湾的民主自由，特别站出来相挺。但天会强调，中国未至打台湾外交，台湾人只有更加团结，才能让国际看到咱坚持民主自由的决心。也邀请大家拢做伙来做台湾队长。2020，台湾要赢！
台新闻顾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市的28位选手日前参与2019加州太平洋跳绳锦标赛，对14个国家500多位的选手当中，摕下8面金牌、8面银牌、2面铜牌的好成绩。同时，意在国小也摕下第6届的加州国际体步锦标赛的第2名。这个选手优秀的表现，也予台南市长黄伟哲特别接见选手，并颁发台南之光的奖牌予因，感谢学生每一天努力练习，伫国际用精彩的表现，予全世界熟悉台南。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个表扬我们以柳营国小为主的联队，以及我们义载国小2支队伍分别参加亚洲太平洋这个跳绳锦标赛，以及这个亚洲的 T-ball 邀请赛，分别得到佳绩。其中柳营国小联队得到了8金8银2铜的成绩，而义载国小第一次参赛就已经得到了亚军，其实都非常的优异。我们代表台南市189万市民，跟2队的小选手致谢，因为他们不仅是学校之光，也是台南之光，更是台湾之光。我们更欢迎许多的同学能够在国际赛事、国际场合里面，不管是技艺，不管是体育，不管是学艺，不管是数学，不管是其他的科展、科学成就，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成就。这点我们是期待大家一起共同努力，为台湾争光。其中伫跳绳锦标赛当中，新亚高中的杨佩琪，甲南工高中的沈思雨，分别得到4面金牌甲3面金牌。2个人的目标就是希望2年后的世界杯会使为台湾争取金牌。体育处表示，台南市每一年拢会安排4场的跳绳比赛，甲2场体步的比赛，要予有兴趣的民众甲选手会使伫比赛当中增进技术，也期待未来会使有更较侪优秀选手成为台湾之光。台南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台南一中26号举办教师节庆祝活动，校长廖才久特别颁发奖状，感谢所有老师认真教学付出。南一中学生嘛为老师送上花蕊，感谢老师的悉心教诲。另外，台南邮局嘛特别提供教师节明信片，让学生会当亲笔写出心中感谢。因为今天是1年1度的教师节，那我们台雕局特别准备了教师节的明信片。那等一下，同学们可以把一些话你想跟老师表达，但是又不好意思表达，还是说不敢讲出来的，就把它写在明信片的上面。随着科技进步，大多数的人拢会利用网络来传达消息，会亲手写批的人也愈来愈少。但透过手写教师节明信片，更加会当传达出文字的温度。就是借由这个活动，可以把平常没有跟老师讲的话讲出来，就让老师在课堂上没有讲的东西，也可以让老师知道这样子。南一中学生最后嘛将写好的教师节明信片放伫咧邮筒内底，台南邮局嘛斗3工，将这个炸着感恩之情的明信片送到老师的手中，祝福因教师节快乐。台南新闻张文忠采访报道。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设伫个国家卫生研究院癌症研究所内面的细胞治疗实验室，上午伫个国卫院长梁根义、癌症研究所的所长、副所长，以及成功大学副校长张俊彦，医学院甲病院院长等人的主持，共同揭牌启用，对着未来推动再生医学的研究、临床应用甲产业的发展有真大的帮助。
不管国内国外，这个我想细胞治疗还有免疫治疗都是可以说日新月异。那可是我们也检视到，在这方面，我们刚刚提到这方面的那个实验室其实很少，够水准的啊，就是 GTP 啊。那我们的癌症研究所，其实这个细胞治疗主要是癌症，不止学院癌症。那我们的癌症研究所的临床部门就在南部，跟成大有密切的合作，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是从我们是一个国家的单位，应该从全国的角度来看，能够在设在这个地方是理所当然的，希望说可以刺激到我们南部这方面的发展。国院的癌研所跟这个成大医院、成大医学院，从早期的临床试验开始，癌症早期临床试验的开始，这个病房的开始，到现在的细胞治疗，我想双方的互动呢是非常紧密的。那我想细胞治疗是我们现在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对不仅仅是有癌症的，各种治疗都很重要的一个趋势。那我想在两边的合作的这个状况下，由国务院提供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设施，然后我们成大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临床的试验的一个场所。我想对双方来讲，还对这个病人来讲，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注意。因为南部相关的资源不足，因此国家卫生研究院伫个台南医区建立一个符合 GTP 规范的细胞治疗实验室，内面包括一间生物安全的操作台。跟手套隔离相定，有两个细胞操作室哈，一个是比较传统的这个用生物安全柜的操作室，那一个是比较新的用手套箱的操作室。那因为这个未来对于细胞产品的制成的规格要求不同，传统的这个操作室呢，可能不能满足未来 GMP 的这种要求。那未来会有更多的细胞产品的话呢，会需要朝向这个GMP 这种层级的细胞产物，所以我们也建立一个这个手套箱。那这个手套箱就是一个全部，等一下大家可以进去拍照，就是它是一个全部封闭式的一个操作系统啊。所以你外面这些material 进去之后呢，所有后端的制造过程，不管是在中期或者是晚期，全部都是在一个封闭性的环境之下。那里面都是最干净的层级啊，就是我们那个所谓的 A 级的环境，就是环境很干净。所以基本上只要你物料进去的时候，经过适当的处理的话，在里面是完全是无菌的状态。伫个甲牌启用以后，成功大学嘛甲国家卫生研究院签署合作的协定，未来双方将分享临床甲实验室的资源，进行人员的交流甲训练，并且将共同合作进行细胞治疗的临床试验。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每年9月是国际失智月。为了关怀失智症患者甲家属，新老病院将伫个9月28号，伫个东区德公里活动中心举办金曲怀旧的嘉年华，邀请4个乐团公益演出，有新老病院曼陀林社团、圣理国小米兹克弦乐团、云长岳阳的国乐团，甲萨尔骑士萨克斯风等，希望借由50年代的怀旧歌曲，互参加的长者重回年轻时代。我们每天面对失智症的长者，医师只是在做一个诊断跟药物治疗，但是事实上，失智症长者还有很多非药物治疗，我们应该要介入的。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办的这个金曲活动，就是一个怀旧治疗。总之，我们是希望说，这些长者除了接受药物治疗外，非药物治疗，像说跟家人的沟通、跟朋友之间的沟通。都可以。那我们这些长者，他们的特点就是可能很健忘，很多新的事物没有办法学习，很多东西跟他讲了就记不住忘掉。但是比较陈旧的东西，比较知识性的东西，其实还是存在他们的记忆库里面。新老病院院长蔡江青嘛表示，依据国际失智症协会的资料。推估2018年全球新增加的失智症患者大约有1000万人，平均每3秒就增加一位。
希望借由响应国际湿地月宣导活动，提升民众对湿地情的认识。活动当中嘛设入闯关游戏，利用复古的弹珠台加花布沙包，让长者用个重温年轻时代的佚佗物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饭店业者策划第12号展览，体感温度。主题以无同的艺术视角出发，展览结合心理印章、插画家汤世贤以及建筑师黄高春三方合作，打造出台南大型展，并结合台南巷弄中较为智能种赛故事，盖映出府城的美好甲传承。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邀请了企业家来跟我们一起做展出，因为我们以前的做这种比较我们讲的文青啊或设计家，希望给年轻人有一个平台呈现他们的设计。我们第一次找了一个国际很知名，台湾啊却非常低调的一个，我们俗称叫做隐形冠军的新力公司。那我们很谢谢这次施副董事长跟陈总经理啊，很大力的支持我们，就是新力公司。那在这次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为了要凸显啊，因为我想新力公司大家都知道是在做印章的嘛，为了把印章啊做特别，我想各位有看到坐在我这一区，这一区呢大概是平均年龄最长，但是最专业的职人，因为呢这是我们台南的一些职人，我们希望啊把这些职人的一些想法跟故事借由印章传承出来，所以我们那个插画家啊，他等于画了快200个印章，也就是说189接近190个印章，每个印章都是不一样的插画，然后这每个印章里面都是这些职人的故事，然后我们再找一个建筑师把它设计出来。那其实一个小小的印章，这为什么值得我们这样做？因为它占了我们台湾啊90% 的市占率。在台南新街超过1架组的新力印章，对着自家产品会当甲艺术相结合，感觉相当的荣幸。老爷新律唐总的邀请，然后配合2位台南在地有名的艺术家，然后我们发想说融入台南在地的一些产业，然后把台南在地的文化加在一起，所以就刚好我们公司从1957年就在台南成立，然后已经60几年，我就全部都是在地生产，然后算是很少人会去想到会去把印章跟在地文化有一个发想，或是跟艺术有一个创作，都是很传统的使用，然后我们也很惊讶说艺术家可以想出这么特别的方式来呈现出印章的一些美好的地方，所以非常非常谢谢他们给我们这个机会。除了印章展，伫饭店其他的楼层，嘛有台南人剧团所设计海港影舞台剧特展，内容包含影像、影片以及口述历史等，让参观民众会当了解台港地区的人文历史。欢迎大家有约来看展。台南新闻张文忠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